厚皮蛋干，当中好像白塌塌个做啥么事，有点像一根戳头搞不了去。你没干过了？10分钟而已，还也刮脱。阿么一块也不能浪费。血汗钱。还到啥火锅头摊穿啥么子？269后4个钟来试烧。怪不得刚才进来一男一女。你啥子显得搿能暧昧啊？我觉着蛮正常的。对侬人家瞎话脱子，就是反正你到司里来办事体了，还是先吃下午茶啊？刚才他一男一女，哎，少了个大嘞，少了个大嘞，定时后头烫脱了。你回去啦？不吃白不吃，你辣盖碗我听听啊，是的。啊，你弄点桂圆来吃光。哎，全部吃光，6点钟再来吃夜饭。引进饭有强烈要求，现在你还例行公事在，你们扎个大旗，我扎个 T 恤衫。哎呦，这个，打进门一看见搿只大鱼缸菜，4个钟头足够喝一道鸳鸯浴。把你倒个一次性浴缸台。哎，这浴缸哪大呢？试试看呢。哎，他们我还先激动起来，塑胶当我太海。哎呦，还不是你的。哎，不能点麦子拖下来吧？别踏拉子浴缸里向。后来你看看。哎，等你当你2年的哦下去。不是，我刚才难为情的嘞，搿点人对了你门海。到了大酒店就要享受星级。不是个呀，只有只有你2个人，连人都顶不飞几只人嘞。埃个侪是5缸再改了，还会来脱泥巴个。这个就不知道嘞。想当年，埃搭侪是农民伯伯唯一出洋个地方，繁忙良地，便繁上改了。自始至于8年过后见分晓，烧之熟，今朝你个毛爹地4件6只，看看单独3万毛一件。叶明仔，我想个鱼肉煲已经单是3只。用你说个闲话讲，侪是精神出自分子者。埃个人男了女家啊？我认为是男的。今晚话，我整个觉不到后头个人漂亮了偌大，哭出乌拉个面孔，到底是见你毛还是发毛？埃个地方3个羽绒服运动啊个集中营，埃个班里个话，3个2名鱼差来。你背背数数看，那你毛呢？随你说个再见用，一只坏脱再毛高。现在你带子一过来，侪是个班，跟你背只班一样个袍子啊？阔气，有点像比个。你看我拎了还漂亮，毛一只。等我马路浪向贴大只金子啊！连1年4季侪是一个道理。今朝打5只，明朝打5只，后日打5只，接着店开了海，永远5只。哎哟，一只天天输。现在叫毛一只。你说班真讲热混热混，你来的口味，一看见谁想忙，谁是烟草啥的，加多啥的，关键是米三啥的。再回头看看，埃个么手机还漂亮。看子刚才的人，再看埃个朋友呢，3个巨坏。现在你沿着山路的美食广场，往来个路浪走走去，一切侪嗨，嗨得不能再嗨，谁是500人？那办？7瓣豆皮再深层次撕开。今天夜向也是你2个人吃到足。板栗烧鸡，这个菜怎么都不热的了哈？还不是人多得了来不及上菜。红山肉来着。还不热个。原来烧好的稍微加温。搿个厨师当你稍稍养生点。埃个3道菜是3个辣本。哦，热个来着，热个来着。汤也是分热是3个吃辣银子，温吞的，真的真香。我有一道菜特别的忘记脱，冰冰硬。2个侪听了，热个真打光。农民伯伯粒粒艰辛苦啊！估计一个栗子1本到3万花出来。这2个头也要的，我们从小苦过来的。